天气遮热，过昼就到有强降雨，昨下晡上大雨，是又搁造成花莲的铁路、公路受土石流影响，又搁断去。苏花公路台九线花莲到中德路段经过抢修，已经伫昨暗8:40恢复通车。也若代替的河仁到中德之间经过抢修，是伫今仔日透早5点外，东正线已经恢复通车。也毋过嘛是爱等到24拜六，才有法度恢复双线通车。怪手来了！大型机构紧急来抢修苏花公路回到崩坑，受中岛过后大雨影响，土石流涉来，塌伫崩坑口，互相向交通拢断去，部分车受困崩坑内，只好伫原地继续等。路段4点钟了后顺利抢通，昨暗时8:40恢复通车，代替河仁中德之间的铁轨路也搁互土石流引起。台铁目前的北上列车均停驶，然后本公司于7点50有加开5432次开往高雄新左营的列车，可以让乘客然后进行后续的疏运。陆客看时间表，无来接受停驶消息。台铁经过抢修，今日透早东正线第班车已经恢复正常通行。河仁崩坑内土石也按算伫今日全部清除。目前河仁中德之间全力进行西正线抢修的工作，不过上紧伫5月24延修好。因为带妈妈年纪大了，因为不是每个位置都有座位啊，因为很多人都要多坐那班车。土石流嘛，那也没办法，就让他等一天啊。因为东部热云断去，民航局协调今日加开始帮台北花莲加班机疏运旅客。另外，因应大雨，今日早起秀林乡和平村宣布停班停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